人間有情，孝道為先，福惠人間。老有所依。好嚟到福惠人間咯喎，係啊，又一個禮拜啦，好快好快啦。咁啊，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單呢，唔知算唔算係一種家教問題啦。不過就希望呢，如果身為家長嘅，唔知會唔會撐呢單嘢啦。咁我就講緊呢，就係呢，台灣有一個地方呢，就叫做金湖啊。佢呢就有個農業協會呢，最近呢就會整咗啲咧，唔知你哋如果經過台灣會唔會買啦？就一種佢自己整嘅紙黏土嘅貓頭鷹，即係錢罌嚟嘅。錢罌嚟嘅。咁呢樣嘢咧就係乜嘢咧？佢主要其實唔係話 sell 呢個得唔得意，不過當然佢整出嚟嗰個紙黏土整出嚟真係好得意。係啊。佢主要落嚟乜嘢咧？就係佢鼓勵嗰啲學童啊，即係你啲仔女啊，就儲啲錢咧，儲完啲錢嚟做咩咧？唔係話去到好宏遠咩讀大學嗰啲唔係。佢係希望將啲錢咧嚟幫助嗰啲獨居老人。係。嗱呢樣嘢就相當之好啊！就係主要就係咩咧？呢啲咁嘅紙黏土嗰啲咧，就叫啲細路仔整啊，跟住咧佢哋會搞啲個會度，因為佢嗰度都幾靚嗰啲風景咧，佢會搞嗰啲2天即係2日1夜嗰啲旅遊啦。係咁佢又會擺即係透過整呢啲貓頭鷹錢罌咧，就鼓勵啲學童咧，就跟住就儲滿呢個錢罌裏邊咧，將啲錢咧就捐俾佢哋個社區啦。咁當個社區就搞一個長青嘅食堂，即係嗰啲咩為之長青食堂咧，就係咧。即係啲獨居老人又好，或者啲即係上咗年紀嘅人嚟食嘢，等佢哋可以透過啲長者，有時你知啦，好多長者係冇錢嘅、窮嘅，都唔使成日擔心，即係喂今晚憂愁今晚食啲乜嗰啲嗬？係啦，又食麵包啊！唉，我有啲聽過好極端喎，即係一個出住一丁搣開一半添喎，一個晏晝一個夜晚喎，好慘啊！以前聽過名人都講過啦，佢屋企隻臘鴨髀啊，佢得一隻臘鴨髀啫，攞嚟舐埋咪係嘛，即係唔捨得食。蒸完之後咧，係唔係食啊？因為佢有啲油啊，淨係要嗰啲油嘅啫。隻臘鴨髀又曬翻。哎呀，哇咁樣搞啊！係啊，冬天係咁樣啊，即係唔係話咩？有時而家就會話即係有啲退休有啲保障啦。以前係冇噶嘛，我哋不停都支持我呢個節目都講啦。所以我話呢個就係即係呢件事，除咗你睇個錢罌幫助到嗰啲老人家搞啲長青食堂之後咧，其實呢樣嘢一個好正面嘅教育就係。即係細路仔知道從細到大，我哋要尊敬啲老人家。係，我哋如果真係揾到錢嘅，係咪可以幫啲老人家？其實呢件事就最正面就係咁樣。因為全球老化，即係其實仲勁過全球暖化。我唔係講笑啊。係。不過咧，全球暖化咧講出嚟咧就好似哇，好似大件事啲。係。但係全球人有關咁感覺上。係啦。但係全球老化，大家唔想聽啊嘛。哎呀，咁點啊？點樣搞先好啊？尤其是我哋住緊呢度啊，係咪先？香港係特別驚提呢件事，因為你唔知點樣可以幫到啲老人家。我覺得佢係啲人無從入手咁，好似啲官員即係表面上。因為你要孭飛啊嘛，大佬。咁而家即係自然我你計成本效益係好難計呢啲嘢，有付出就冇話收穫。因為而家你有即係其實政治現實就係特首有5年1屆，係啊嘛。又有問責官員，咁又可能幾年1屆，又唔知下年係咪呢啲人點樣 plan？呢個長遠計劃咧，好似冇人做。咁各大政黨對於退休保障又個人睇法都唔同啊嘛。咁所以點解搞極啦？都好似比起台灣啊、日本嗰啲地方咧，即係爭好遠就咁解。但係睇呢件事，其實我哋唔好理啲政治問題先，我哋先可以培養翻啲年青人。因為如果我諗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同老人家嘅接觸咧，我唔知係咪斷層定乜嘢啦，定係你覺唔覺得係？爭咗少少咧，咪呢年係我覺得啲後生個自我中心偏強啲嘛，你即係出到街即係攞人攞數啊，即係行過掂過唔會理人咯，又唔好話講同啲老人家喎，即係同側跟啲人都好似斷交晒咁滯，好特別咯，唔知係咪可能你中意你部手機都中意過你阿爺，係啦，你阿婆。成日都係低頭族嘅，我唔知點解呢樣嘢係，但係父母其實都有職責噶嘛，即係你可能你物質上好，即係全部都好豐裕啊，咩都俾佢，係，但係你有冇鼓吹佢食？喂，你得閒見下公公啊、爺爺啊、婆婆啊，有冇咁樣鼓吹咧？本身你自己都係，我都唔想見佢，你唔好見佢，即係會唔會咁樣咧？其實呢件事係講咩咧？老人家越嚟越老，就我諗唔係得台灣會發生，日本發生，香港嘅發生緊㗎啦，不過唔，但係我之前我都講唔提。但係我哋其實從呢件事就睇出係乜嘢咧？佢用一個錢罌，嗰個貓頭鷹錢好細個啫。
我遲啲 po 幅圖俾大家睇下。喂，佢其實儲咗幾多錢嘅嗰度？即係儲唔到好多錢嘅你嘛。儲大餅就唔係儲咗好多錢啊！如果大餅，我記咗紙幣都唔係好多，就嗰個好細個。係，除非你係整啲富格林金幣落去，嗰啲梗係係嘛？但係佢就係講俾啲細路仔聽，從小教育你，我哋要尊重老人家。我哋細路仔其實咁細個要學識乜嘢觀念？係啦，有社會責任。啱，係嘛？即係唔係老人家身邊老人家，雖然佢唔係你親戚，但係如果可以幫嘅，你唔能夠即係置身事外。關我咩事啫？自己政府搞啦。如果你哋個個民間啲人都有呢個咁嘅思維，老人家我哋可以幫下嘅，你揾到錢多嘅人可以幫下嘅，成件事都唔同晒，啱唔啱先？成個社會都好和諧啊！而家大家都唔香港就係唔關心大家㗎嗬。冷漠咗啦，係啦，即係呢個即係好似咩嗰叫各自修行，係啊，即係，所以而家你見呢10年8年，獅子山下精神有冇講冇咗好耐啊！過多一排再講都唔知係乜啦，真係。唔係係啊，即係係事實嚟嘅，唔會睇啊！有冇鼓吹過？有冇啲父母有鼓吹？有，我信有。但係有冇咧？學校教育有冇呢啲嘢咧？即係你咩嗰時我哋細個都有啊嘛，咩德智體群美啊嘛，德智體群美啊，係嘛？ 4樣嘢。而家冇呢啲，我好似冇聽過添。冇啊，最緊要考高分咯。係啊，最緊要入間好啲嘅小學。放學就去補習係嘛？最好一條龍啊，間中學都掂嘅，直資啊，老豆有課就讀直資，勁嘅係嘛？即係我哋有冇學過呢啲嘢咧？冇喎。我哋其實學校係咪要鼓吹下咧？啲小朋友得閒去啲老人院表演，有冇啲學校會鼓吹呢啲嘢？我諗冇啦。係啊。有得閒都叫佢操下數咯，咪得閒咪報數啊嘛要。除咗學校唔搞之後，父母都唔俾啦，得閒都學下小提琴啦。係啊，18般武藝。你唔學下點得啊，大佬？即係來去都係為咗升學，即係升學諗呢啲嘢嘅啫喎。咁你其實呢個教育最後搞到乜嘢咧？就啲細路仔好功利啊嘛。求學就是求分數啊，唔係不是求分數。政府嗰個廣告係假啊嘛，係咯啫。你試下。長期唔合格啊，拔萃啊，喇沙收唔收你啊？踢咗出校啦，講咩啫？呢啲就係講大話。翻到尾讀書讀得最好嘅人未必一定發達，但係如果你嘅德智體群美樣樣都學得好，對於社會有責任嘅嗰個細路仔或者個年青人，我哋一定對佢特別會致敬。因為你見到細路仔如果好知書識禮嘅，哇，樣樣都 OK 嘅，對社會又有責任嘅。你對嗰個細路仔即係或者嗰個年青人，你都會對佢刮目相看啊，係咪先？唔會咁現實啊！呢個靚仔，哇，老人家過馬路都唔拖嘅，點解而家你見又係掌門人嗰個成日都會拍嗰啲人睇啲人有冇試下啲有冇善心咁係嘛？即係。但係佢影好多次都影但係佢影好多次都冇影到後生仔喎。哦，係嘛？多數中年我哋呢年紀喎。哦，哇，有咁喎。係啊，啲後生好少做。唔係即係唔係啊？唔關啲後生仔事啊，係你細個有冇啲咁嘅即係教育，身邊有冇啲人培養？對於啲老人家我哋點樣同佢溝通，點樣接觸，係咪需要兼顧，定係即係國家治理門前雪？關人隱事4個大字，即係呢個字。雖然粗俗啲，但係其實都好閂埋門唔好理啊！隔離屋個事唔使理。但係以前我細個唔會噶嘛，你幫隔離嗰個臭仔都有啦，門口唔閂添㗎，真係周圍走。我住屋村邊度會發生？但係而家唔會啦嘛。所以我希望即係香港啲教育咧，我知已經亂晒大陸啦。教改之後就已經好落搞㗎啦。唔知究竟啲香港教育點樣？但係最重要一個 point 就係，喂，德智體群美都楞下學下，啲細路仔有時有啲父母冇辦法，我知，喂，梗係希望佢香港大學啦、中文大學啦，唔得啊，其他有錢我供喺出邊啦，我明白。但係點樣從細路仔年細個就要學識點樣同老人家接觸，點樣即係其實好幫助我第日出嚟社會謀生都係㗎。即係你睇呢個前欄睇落去好小事，其實佢都知道鎮好簡單，佢個鎮越嚟越多老人家。係啦，純靠社會政府幫即係補貼得幾多咧？係咪？係遠水不能救近火，不如自己救自己條村。係啊，當你啲細路仔細個有呢種已經哇，喂，儲滿咗啲零用錢，儲滿咗，幫啲公公婆婆啊，佢有呢個思想，到老唔會變噶嘛，一路咁樣鼓出係，我要幫多啲，我要幫多啲，我揾多啲錢，我幫多啲，咁你成個社會咪更加和諧咯。而家我哋香港就係冇呢啲嘢嘛，成日都冇啦。你問社會福利署啦，幫你唔到。我要學小提琴啊，我個仔冇搞咁啲，
你會唔會攞錢啊？唔會啊嘛，攞個錢攞嚟買 iPad 啦，啱啊，係嘛？即係呢個社會就成日扭曲晒人與人之間，尤其是我哋老人家，我哋都話全港老化呢個事實嚟㗎。即係我最近即係去見工啊，我睇到好多老人家嘅工比以前多咗10倍或以上。以前冇試過咁嘅問題，但係而家真係咁犀利，好勁。即係老人院嗰啲服務員嗰啲招聘啊，好犀利。即係多到你枕住。而家你問再培訓機構邊個培訓枕住長期滿人開即刻開啊？就係呢個培訓老人家呢個，即係呢個復康院啊嗰啲，保健員呢個課程最多人開，就證明呢件事咯。咁話到尾就係最後就係希望大家乜嘢？就希望如果你有子女嘅，你又要講俾你聽，喂，儲少少錢啊，幫下啲老人家，對一個社會一個責任，而唔係我忘記咗。佢學貝多芬、學柴可夫斯基都係固然重要，但係如果當佢明白到呢個社會大家都有份，幫下啲老人家啊，細個一個台灣小鎮都做啦，我哋香港個大都會點解唔學呢啲嘢咧？啱唔啱？啱。所以我都希望大家記住，唔好成日啲事唔關自己事。我哋香港人咧，就其實背負咗呢5個字啊，獅子山精神。即係你哋中意又唔好，唔中意又好，但係都一定背負咗。所以我哋凡事啲事咧，唔好話咩都唔關自己事咯。啱。咁啊，轉頭翻嚟有阿 Q 仔嘅漫步人生路。漫步人生路 Q 爺，各位聽眾，啱啱咧上個週末咧禮拜6咧，我哋過咗幾日台灣去旅行。咁啊，台灣講真咧，由80年代開始咧，即係斷斷續續咧，我都去咗成10幾20次㗎啦。咁其中去得最多係台北。咁啊，差唔多由2000年開始咧，每一次呢個台灣選舉咧，我都會有去台灣。咁啊，睇到呢個過去嗰20-30年嚟咧，即係台灣嘅變化。咁啊，其實講真咧，即係喺呢個即係90年代以前咧。即係台灣嘅變化其實就唔大嘅，即係你每次去到嘅感覺啊，去到譬如西門町嗰啲啊，你都覺得好殘舊。咁同埋你哋都覺得好多方面嚟講咧，其實落後於香港嘅。我最記得1996年嘅時候咧，即係同埋香港呢個應該係交通文化中心咧，招呼香港一班文化人啊，呢個新聞界啊，即係過去訪問就見到好多啲即係台灣即係政界嘅名人啊，包括馬英九嗰陣做緊法務部長。陳水扁做緊台灣市長，胡志強做緊呢個新聞部部長，呢個國民黨嘅秘書長邱昌煥，新黨嘅黃建軒，甚至呢個民進黨嘅邱義仁，嗰陣時嚟講，佢哋都未上位嘅，咁即係對呢個台灣嘅印象咧，只不過係一般。咁但係大家睇到咧，自從呢個台灣真係有咗民主選舉之後咧，就經過2次嘅政黨輪替咧，其實台灣係越嚟越成熟嘅，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民主社會，唔係因為個制度嘅問題，係最主要嗰啲人生嘅變化。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即係而家去台灣玩咧，你去到好多次都唔厭嘅原因係點解咧？最主要咧就係嗰啲風土人情同埋咧嗰個民間人嘅變化。嗱，雖然經濟上咧台灣就比香港差好多嘅，咁但係你唔會覺得喺台灣裏邊咧，即係好似香港人而家即係充滿好多焦慮啊、戾氣啊、咁多社會衝突啊，其實大部分人都好平和。咁即係呢個當然係可能歸功於成個民主制度嘅建立啦。咁但係亦都有呢個歷史文化嘅因素。咁因為今次咧即係去旅行咧，意外地咧，因為其實每一次都有一啲意外驚喜嘅。咁今次意外驚喜咧就係本來喺呢個星期一嘅時候，我哋準備咧就搭呢個高鐵咧就落去台中行下。咁搭的士去呢個車站嘅時候咧，咁同我女的士司機我第一次。即係見到咧，即係上台灣的士係遇到呢個女司機嘅，因為好少見嘅。咁我同佢傾偈，咁有諗問下話搭高鐵落呢個台中幾耐時間啊？咁佢話要成個半鐘頭嘅，來回成3個鐘頭嘅。咁咧就係即係傾下傾下，原來咧佢除咗做的士司機之外咧，都做兼職咧包車咧，做呢個旅遊嘅策劃啊，同埋導遊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聽下，喂，不如你帶我哋去玩啦。咁點知原來佢根本咧嗰朝咧就已經有客約咗，就去機場接客。咁後來喺我哋請求之下咧，佢就揾咗朋友替佢咧，然之後即係帶咗我哋咧就去9份同埋呢個10分。咁即係其實即係雖然9份我都去過，不過今次咧去咧就唔係同一般旅遊團去到老街口嗰度俾你入去，就嗰啲多數都係食肆嚟嘅，就車咗喺上邊，然之後又上呢個山，即係睇下其他嘅風景。咁就係沿途好多介紹咧，就知道咧，
即係呢個九份嘅歷史咧，原來當年嚟講咧係一個礦場嚟嘅，即係喺日治時期裏邊咧好多呢個重金屬嘅礦物，包括係金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嗰度點解聚咗咁多人係喺個山上面？當然好多係日本人嘅建設啦。咁後來戰後啦，金啊掘晒啦，揾翻晒日本。咁啊，本來變成一個死城咁樣。咁大家睇個《悲情城市》都知道啊，梁朝偉做戲嗰套戲嘅背景都係呢一個係九份啦。咁後來呢個咧就變成係景點。咁啊近年嚟講咧，國家將佢規劃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咁所以係靠旅遊業咧就養活咁多人。咁大家亦都知道咧，你去台灣嚟講咧，其中一個好令人哋欣賞嘅地方就係台灣好多啲小食啊。咁即係今次即係喺呢個覓食期間裏邊咧，喺誠品咧就睇一本書咧，就係舒國治先生咧即係寫嘅《台北小吃雜記》。咁裏邊好快就我睇完咧個零鐘頭。咁但係即係除咗得着知道去邊度揾食之外咧，其實最能夠明白即係台灣即係點解即係譬如話啲食物會做得咁好啦，咁用心啦，同日本人做嘢都係一樣啦。咁固然就係有日治即係統治咗幾十年嘅影響啦。另外最重要咧，就都係台灣人嗰種即係樂天知命，同埋咧互相包容。咁個作者就話，因為大家知道49年之後咧，台灣其實都係由個新移民組成嘅，即係好多逃難大陸變色逃難，今日蔣介石過到去呢個台灣係外省人，然之後即係呢個作者就係第二代嚟嘅。咁所以來自全國咧，即係咩人都有。你去台灣就知道啦，其實中國各省市嘅食物啊，由雲南到山東北平啊，即係廣東啊，即係廣西啊，邊度嘅菜都有，湖南啊都有嘅。咁即係話，即係根本呢個台灣就好似一個中國嘅縮影。咁所以來自呢個五湖四海嘅人咧，就其實都係好慶幸咧嚇，經歷咗呢個百幾年嘅戰亂啊，同埋災難啊，咁嚟到有個安樂土。咁正正係真正嘅安樂土咧，就互相包容。呢種包容咧，就形成咗台灣人嗰種人情味。大家去台灣玩都覺得係台灣最好嘅就係有人情味。你會覺得雖然佢哋係窮，雖然佢哋都係要揾食，但係你唔會感覺到咧，你去幫襯佢嘅時候咧，佢嘅目的係淨係想賺你錢，而係佢真係會即係當正你係佢嘅朋友啊，即係好即係令到你好親切，賓至如歸嘅。咁呢樣嘢你對住翻而家香港嚟講咧，你就會感到咧，即係香港真係完全唔同。其實喺50、60年代，香港都有嗰種守望相助啊，即係嗰種咁嘅情懷。但係去到今天咧，即係好明顯就係即係4分5裂啦，係嘛？即係特別近幾年嗰啲所謂本土主義嘅崛起咧，就操弄啲所謂族群矛盾。咁呢啲當然而家時候睇翻上嚟咧，其實都係呢一個土共啊，加埋中共啊，同埋啲別有用心嘅人士咧炮製出嚟咗嘅問題。固然香港當然有個社會深層次矛盾啦，但係實際上呢啲矛盾並唔係可以解決，即係並唔係話唔可以解決嘅。咁即係幸好而家終於眾矢之的，梁振英終於咧，其實喺個壓力之下咧，呢個一早都估計到啦，就放棄咗呢個連任啦。咁當然好多人都話最重要嘅制度嘅問題唔係人嘅問題，但係其實人亦都係整個制度裏邊嗰個即係矛盾焦點嚟嘅。咁就但願今次咧佢落咗台之後咧，可以啟發到香港人咧，重新去建構呢個社會。如果唔係嚟講咧，即使即係梁振英即係唔喺度，即係香港都會繼續咧係沉淪嘅。